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耶利米书23章30节到40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独一真神。照犹太教、基督宗教的圣经，拢坚持唯一的上帝、独一的上帝这种的信仰，这是伫迄个教义顶悬、伫经典顶悬的认知啦吼。但是伫这个生活顶悬，也是讲信仰上要安尼来坚持，并毋是遐尔简单呢。基本上，人总是会相信目睭所看会到的。并且容易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，也因为安尼，所以犹太人才会离开上帝嘛，去敬拜偶像，去得罪上帝。所以上帝就找见先知来提醒，并且警告以色列人。但是总是有假先知黑白咧传迄个假的预言啦吼，互人离开上帝的道路。耶利米书23章30节到40节，经文安尼讲：我的上主安尼讲，注意，我要对恁遐的先知，因互相偷用别人的话当作我的话。上主讲：注意，我要对附遐的先知，因将家己的话当作我的话。我要对付遐的先知，因为因的梦拢是骗人的。因用这会梦以及白贼夸口的话，来带我的人民行入去歪的路。我无差派因，嘛无命令因，因对这的人民拢无利益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，我的子民先知，也是祭司，若问你，上主有甚物信息？你就甲因讲，恁是上帝的同担，因要去杀恁。若有先知祭司，也是我的子民讲，这就是上主的信息。我要刑罚伊甲伊的全家。逐个人着问家己的厝边朋友，上主有讲甚物？上主有应答甚物？因袂当搁讲这是上主的信息，若有人搁讲这句话，我就要将我的信息变叫做伊的同担。因南山使用应我上帝的话，就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咱的上帝的话。你着问遐的先知，上主有讲甚物？上主有应答甚物？因若佮讲这是上主的信息，这句话我已经吩咐恁毋通佮讲。你着甲因讲，我一定要将恁放袂吉节，甲恁以及我赐互恁，甲恁祖先的城对我的面前来ฮ็出去。我要互恁久长见笑，永远袂吉节一个侮辱。如果若无愿意相信并且军队独一的真神，就会成做上帝同担。这是先知耶利米所讲的。约翰伫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提醒基督徒毋通相信每一个神明。好若亲像有真侪人就爱讲家己受到圣神的感动，却是真少反省查验这个感动是毋是真正对上帝来。经文安尼讲，亲爱的朋友，毋通相信这个神啊，着审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，也毋是。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伫世间，恁通用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神，选人耶稣基督正做人来伫世间迄位的神对上帝来的。选人耶稣遐的神，毋是对上帝来，这是基督的对敌的神。恁有听到伊要来，
现在已经伫世间，少年朋友啊，恁是属上帝，佮已经赢过假先知，因为点伫恁内面的圣心，比点伫世间人内面的神佮较强大。假先知是属世间的，讲世间的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。咱是属上帝的，捌上帝的人会听咱。无属上帝的人毋听咱，对即个咱认捌真理的神，甲未晓的神，基督徒应该爱学习来分辨、来查验，所领受的感动是毋是出自上帝？若无就真容易安尼对人去跳舞，对人去行。是毋是变成做讲家己是上帝即种的角色？讲我讲得胜数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吼。诗篇32篇过去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撤销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无诡诈，上主无算伊有罪，即个人真有福气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规日害惨，连骨头也拢孤单去。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，我的情力亲像雨热天的日头晒甲焦去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安尼，虔诚的人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对你来祈祷。大水泛滥嘛，一定袂淹着伊。伊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歌来四面为我。上主讲，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着行的路。我要做目看你，眷顾你，毋通亲像马离甲无知识，因着要用马加强、马力士来约束，才会当顺服。歹人会受真济的苦痛。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阻碍，四面来为伊。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；心正直的人啊，着大声欢呼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学习来分辨查验每一个感动，斟酌来思考每一个教导是毋是出自独一的精神。阮来避免家己讲家己的话，离开遐游戏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